Jane 可能帶你去銅鑼灣超新開嘅呢間酒吧 Camille 幻思，本身純粹唔中意喺銅鑼灣同 friend 是但揾個地方食嘢飲嘢，點知喺利園3期揾到呢間幾熱鬧嘅新酒吧，而且唔貴，體驗比想象中好喎。好啱放咗工或者 gathering 去，呢度 cocktail 78蚊至98蚊左右杯，唔貴。最特別係有佢哋自己浸桶嘅 Old Fashion Godfather 同 Manhattan， 浸足2個月，夠晒多風味。呢個 Infant Smoky 味都幾勁，佢一個好濃嘅 Old Fashion。我覺得推介呢杯。另外推介呢杯 Camille Love 係用 white rum 加上熱情果汁，仲有牛奶同 rosemary。哇！呢個出奇地有層次喎，佢有白朱古力味同埋有熱情果味，冇乜酒味嘅，但係佢又酸又甜，又 creamy， 都幾特別。呢杯 white chocolate martini 就係杯 dessert cocktail。哦，呢個可可味都幾特別喎，同埋好 creamy 咯，都係冇乜酒感。幾易飲。呢度 cocktail 整體偏甜，如果唔中意飲甜，其實啲手工啤都唔錯。店員俾咗杯龍井茶手工啤我試，呢個龍井味好香喎，其實好 smooth， 幾好飲嘅。呢度嘅嘢食都唔貴，個 pizza 係用拿玻里石窯焗出嚟。推介呢個黑松露 pizza， 好香。仲有呢個招牌金沙雞翼，送酒一流啊！呢度仲有outdoor位，同埋開到都幾夜下，大家揾新地方試都可以嚟試下。